病法嘅由來，道家無論係陸人或者茅山，都有叫做藏魂寄石嘅，就係將人嘅一魂二魄藏喺泥、土、石之中。呢個亦都係藏生機嘅由來。就因為道家相信人嘅三魂七魄冇晒，人先會死，咁樣咧就將一魂二魄儲存起來，咁就難啲死啦。如果你話呢個藏魂寄石有冇根據啊？喺陸淫喺醫牙痛方面咧，佢有一段咒語，佢係咁話嘅：日出東方一點紅，太上老君在雲中，請到諸神醫牙痛，記在樹上永無蹤。咁呢段嘅咒語就可以證明係有一個道術可以將人嘅病就記喺嗰個樹木之中㗎啦。小至牙痛，大至癌症，都有一定嘅範圍嘅功效。道家叫可循壽數，即係話上天賦予你嘅最長嘅壽數，當然冇人可以長生不老嘅。比方說，好似有個案例，佢係肝癌末期嘅，醫生咧就話你得半年嘅啫，命嘅啫。咁樣咧，但係當佢做咗之後咧，就延長4-5年啦，俾佢有足夠嘅空間時間去完成佢係應做嘅嘢。譬如話佢有資產轉移啊，譬如話佢飛去加拿大探佢嗰個已經成100歲嘅太嫲嘅心願啦。如果你問呢個移病法係嘅步驟，同埋咧可唔可以自己做啊？我話俾你聽，可以嘅，即係等於咧任何病咧都除咗重大病都可以自己先食一啲食藥先，就唔係次次都要去睇大醫生入醫院嘅。好啦，咁咧如果自己做嘅方便咧，拜嘅咧又係拜觀音，因為係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咁咧就算你冇供奉觀音像咧，喺當天都可以嘅。祭品最重要係蘋果，因為平安啊嘛，同埋你因為離開啊嘛。當然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病人與呢個病嘅媒介。一般嘅病咧，可以係用一個開光嘅菩提木珠。點解叫佢做媒介物咧？因為咧呢個就係你個病，將你個病傳到落去呢個媒介物，由媒介經過一段某個程序咧，呢個媒介物咧最終咧就係擺翻落去嘅樹木嗰度，就將個病移咗落嚟，所以叫做媒介物。如果嚴重嘅，就一定係要由陸人或者茅山師傅嚟做啦。拜嘅咧係陸人先師，或者係茅山先師，輔助嘅咧就華佗先師同五雷大將軍。咁咧古代咧古法係用稻草人嚟做嘅。如果係道術 DIY 自己做嘅咧，咁就將個公仔同嗰個係媒介物就放喺觀音嘅座上個台前面。拜觀音咧，我哋大家要緊記咧，係無論你求乜，你想有神效咧，又要有2樣嘢一定要嘅。第一，懺悔文，你先係懺悔文先。點解你會有呢個病？無論佛家都係相信，因為前世嘅因緣。咁所以咧，你要自己就清咗腸胃先，即係話咧，懺悔下我之前就呢一生或者前生係做得唔啱先咁樣嚇。咁就懺悔文就我識咗做諸惡，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